李白與韓荊州書。百聞天下談事，相聚而言曰：生不用封萬戶侯，但願一息韓荊州。何令人之景物，一致於此也？豈不義周公之風，公吐厄之事，使海內豪盡奔走而歸之。一登龍門，則聲譽10倍。所以龍盤鳳逸之事，皆欲收命定價於君後。願君後不以富貴而驕之，寒賤而忽之，則3000賓中有無誰，使白得永脫而出，即其人焉。白，隴西布衣，流落楚漢。15好劍術，遍幹諸侯。30成文章，歷第卿相。雖長不滿7尺，而心雄萬夫。王公大人，許如棄兒。此囚囊深積，安敢不盡於君後哉？君後製作謀臣名，德行動天地。不參造化，學究天人。行圓開張心顏，不宜長泣見佢。必若接之以高言，頌之以清談，請日事漫言，以馬可待。今天下以君後為文章之司命，人物之權衡。一經品題，便作佳事。而君後何惜階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揚眉吐氣，激昂青雲耶？昔王子思為豫州，未下車，即闢徇池名。既下車，又闢孔文舉。山徒作冀州，因拔30餘人，劃為侍中尚書，先代所美。而君後亦一薦嚴協律，入為秘書郎。中間崔宗之、房習祖、黎恩、許盈之徒，或以才名見之，或以清白見賞。白每觀其咸恩苦功，終而奮發，以示感激。知君後推赤心於諸賢腹中，所以不歸他人，而願委身國事。倘急難有容，敢效未屈。且人非堯舜，誰能盡闡？白謀由籌劃，安能自經？至於製作，即成卷軸，則欲陳為視聽，恐雕蟲小技，不合大人。若次官初遙，請給紙墨，兼之書人。然後退數閒軒，善寫呈上。樹清平節錄，長架於舌辯之門。幸推下流，大開掌色，為君後圖之。